開老婆們，今天是一期 PPD 窮鬼漂亮吊帶，芭蕾碎花蕾絲掛缽全都有，每一件都巨美巨好看，版型顯瘦不挑人，穿上去秒變氛圍感美女，而且跟線下專櫃一樣的質量，價格呢便宜了一半以上，均價一杯奶茶錢。而且現在香港地區拼多多買一件也能包郵送到家了，真的巨貼心，請老婆們放心食用。首先是這件個位數的黑色掛缽吊帶打底，這件是一個吊帶打底來的嘛，就非常的百搭，而且它還是自帶胸前的，黑色又多顯瘦，就不用我多說了吧。它是這種掛缽的嘛，就很適合搭配罩衫去穿，露出一點肩膀和鎖骨，又純又肉，但是不會太低，日常穿完全 OK。面料呢是這種軟軟的彈力面，貼身穿很舒服。這件就足於是衣櫃裏的萬金油，搭什麼都行，開衫、襯衫、罩衫隨便套都很好看。搭個黑色短褲小罩衫，就是氣質美麗的出片穿搭。拼多多全場商品都可以選擇配送方式喎，只要下單選擇集運、自提點、自提櫃就可以免郵，享受單免郵無上限咯。然後是這件10幾的紅色波點荷葉邊吊帶，這件具經驗，特別適合出門旅遊拍照穿，很顯白很出片。它這紅色太正了，是這種復古的酒紅色，上面灑滿了白色的小波點，髮色又很俏皮，很絕的是它下擺這個荷葉邊的設計，就像芭蕾舞裙一樣，又甜又鮮。面料呢是這種軟軟的棉雲紡，有彈力而且很舒服，版型是這種修身短款的，剛好到腰的位置就顯得比例很好，搭個壯藍牛仔褲小高跟，就是純用髮色的美女穿搭。而且拼多多新引下單還有優惠喎，點擊立即抽88元禮券組合，超值優惠醒更多。第三個是這件10幾的白色法式蕾絲吊帶，這件就是很有法式風的感覺，白色底上面布滿了精緻的蕾絲花紋，它不是那種一片式的，是這種鏤空的蕾絲，若隱若現的透氣又很純肉。面料呢是這種軟軟的棉質，有彈力又不扎人，版型也是一個修身短款的，胸前做了一個小圓領的設計，露出鎖骨巨好看。肩帶呢是這種細大的，搭個白色長裙小單鞋，就是很甜美的法式美女即視感。拼多多下單一件有包郵喎，無喜送門檻放心購。第四個是這件10幾的杏色碎花小紅蕾絲吊帶，這件真的很有設計感，很可愛，奶白色底上灑滿了可愛的中式小紅，上面還印住細碎的小花，清新又很溫柔。領口和肩帶都拼接了一個蕾絲花邊，又增加一點 BM 風的氛圍感。面料呢是這種軟軟的棉質，透氣又不悶熱，版型是一個短款修身的，長度呢在腰上面一點，平胸顯身材，有胸又不顯壯，搭個淺藍牛仔褲小單鞋，就是元氣少女的 BM 穿搭。拼多多下單可享全場包郵喎，全品類無限制，真的太友好啦。最後是這件20多的白色蕾絲邊吊帶，這件既甜正既溫柔，很喜歡它的這個配色，是帶一點淡藍調的感覺，蕾絲邊也很有特點，是這種軟軟有彈性的蕾絲，沿住領口和肩帶走了一圈，精緻又很溫柔，而且這個肩帶遮褲乳的效果又很好。面料呢是這種軟軟的棉質，是帶一點厚度的，摸起來像毛毯一樣綿軟，貼身穿很舒服。版型也是這種短款修身的，就非常的好看，就很顯身材嘛。搭個灰色百褶裙小開衫，就是溫柔氣質的美女氛圍感。這些吊帶都可以在拼多多下單咯，每線郵費不超過500就可以享受包郵福利，單包郵，老婆們都可以放心入喎。